这个专家今仔日拢来出现着不明感染源的确诊者，市长侯友宜是再一次来呼吁着中央扩大来狂烈采检，全面来普筛。侯市长嘛来下令，新北市政府全面备战，防疫警戒来升级，超前部署。侯市长甚至讲，若是社区感染无法度控制，应该封城，就爱封城。透早，新北市环保局人员唔但徛伫车顶消毒街路，嘛用行的伫巷仔内面消毒，因为暗号120是不明感染原因的确诊者。为了应验2级警戒，泸州、新庄、三重、五股以及中永和，我们就全面来做清消。因为最近出现真侪名不明感染源的确诊者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这是社区感染大爆发的现象，下令市府上下全面备战，甚至封城做准备。昨天是2级，我们已经做好3级警戒的准备。该社区感染爆发无法控制的时候，该封、该超前部署、该做就做。中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被人质疑讲，敢若公布确诊者部分去过所在尔。侯友宜认为应该全面的检验。只要高危险区域有多名感染源不明的状况底下，我们就要给中央建议，是不是在这个区块要全面普筛，把有一些隐形的无症状确诊者，或是有一些漏网之鱼，把它抓出来。侯友宜强调讲，这摆病毒真歹，阻挡伫境外方式必须甲较早无共款，要严加控制，全力去防止疫情愈传愈严重。